呢個猜9月3號嘅中國大新聞啊！先進軍備舉世驚，多個元首同見證百年苦難軍須記，驅除日後見和平。9月3號係乜嘢大新聞？嚟，同我揾個出嚟，後面呢啲後面呢個機會後面，你都機會後面，用啲大咗啦，好大咗。抗戰80周年。好啦。抗戰80周年啊！當年苦難軍須記啊，係乜嘢意思啊？當時日本仔打中國時候啊，中國經過無數嘅苦難，呢個三光政策要將你嗰條村人全部搶光、殺光，最後燒光。好殘忍啊！當時咧，我地下組織所謂革命部隊啊，包括東江中隊之類咧，就反起嚟抗日秘密組織嚟㗎。有個年青嘅媽咪抱住 BB 俾班日本仔追住，你係革命組織快啲爆出嚟！佢唔講，你搶走個 BB 出嚟，咁啊追咗出嚟，就叫將個 BB 一拋得好高。一啲跌就差唔多跌落地成點啊！支持佢啊！你又想啊，掹咗把刺刀一穿，又劈穿咗上頭。佢媽咪睇咗之後，直頭個心都碎晒啊！於是啊，將個頭撞埋日本仔嗰度。當然，佢最後俾日本仔用刺刀一開為二。呢啲叫做最後的咆哮，大家唱歌祭歌，話我哋要自勵啊，唔好做人哋嘅奴隸啊！因為喺俾個聯合區啊，所有人見到日本人站崗，要90度鞠躬，皇軍萬歲！呢啲苦難日子啊，你哋要記得啊！好，繼續。